7月初1，啉酒开车的新制度来就路。过去有监理所是予啉酒开车到殡仪馆上道安的课程，中华这边是有17个人，被判要到殡仪馆做劳动服务、摒扫甲切玻璃等等。结果这才有应效哦，来遮的人有真侪拢讲内心产生警惕，对家己啉酒开车真反悔。来，我们击败一下。 饮酒开车被判劳动服务，17个人到殡仪馆要摒扫进前，先来祭拜。马上甲拍开。有的是去切玻璃，有的分配着清理塔位。因拢挂嘴烟，看袂出面上的表情，毋过一问。毋捌来这种所在吼，来感觉怪怪。等去伊就想讲伊是安那啉酒的来这种所在。啉酒，下摆叫人知影。 无定是心理作用，嘛真后悔。有人讲唔敢搁啉酒开车，不能因为他一时的疏而造成了遗憾。那来这里就是要认识生命的价值，也知道说他应该要做些什么。啉酒开车爱付出代价。过去有其他县市监理所，予啉酒开车的人到殡仪馆去上道安课程，即马咧到这殡仪馆做劳动服务，就是希望这款的听法，予酒后开车的人认识生命价值，学晓尊重生命。